走啊，快啲走啊！大家經過到河邊，過咗河就冇事啦。嚟啦，不如我哋浸死霍斯佬，以後就唔使顧慮呢個細路啦。係啊，米卡，絕對唔得啊！你唔好殺霍斯佬啦，等我收埋佢喺我駐軍嘅地方啦。啊，好啦好啦。戰敗嘅土蘭人民向魯斯塔姆獻上禮物，希望佢可以大發慈悲，饒佢哋一命。魯斯塔姆不能再追襲，返喺土蘭過住艱難嘅生活。魯斯塔姆，我哋中間係你一我哋都好似你一樣痛恨阿夫拉西亞吧，但請將軍唔好再放任士兵殘殺無辜嘅平民啦。好，我哋收兵回國，保護年老嘅卡烏斯。我哋帶晒1萬個奴僕，同埋搜刮大量財物。嘅波斯神話廣播劇發展落去會係點呢？我哋休息一陣，翻嚟聽埋個結局。而家就有請南秀樂為我哋介紹波斯文化。裝飾個飾，主要用嚟裝飾手稿、書法文本同埋微型畫，透過金箔、金漆同埋天然顏料繪製細緻圖案。呢項技藝經常被用嚟美化神聖文本同埋歷史文獻。早喺亞契米尼德王朝，即係公元前550至330年左右，古波斯人已經使用楔形文字刻喺石壁同埋泥板上面，作為皇室銘文同埋行政記錄。之後，帕提亞同埋薩珊王朝時期流行帕拉維文，係一種罐頭書體，用喺宗教文本，例如阿維斯陀經。呢啲古代文字奠定咗波斯人對書寫藝術嘅重視。公元651年，阿拉伯字母引入波斯，波斯人為咗適應本民族語言嘅語音，增加咗4個字母，形成咗今日嘅32個字母嘅波斯字母表。波斯書法最輝煌成就，肯定係納斯塔利克體。佢結合咗納斯克體嘅清晰同埋塔利克體嘅流動感，線條清晰，曲線優美，短直線同埋闊橫線對比強烈，就好似詩歌咁，富有節奏。以前波斯文學多數用阿拉伯書體抄寫，但係納斯塔利克體